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想分享花園里味嘅西洋楊梅。呢一個係今年嘅第一棵成熟嘅果實，外面真嘅同我們熟悉嘅楊梅好似，但係佢哋並冇關係㗎。呢棵樹呢好特別，從開花到果實成熟呢，需要整整1年嘅時間。更加有趣嘅係，花同埋果會同時掛喺枝頭。一邊係正在綻放嘅細小白花，一邊係慢慢變紅嘅果實，好似時間喺樹上疊加嘅2個季節。其他嘅還喺度慢慢長大，躲在葉間嘅花朵係島中型嘅、細細嘅、潔白嘅，唔仔細看我幾乎佢忽略咗佢。每年都要等上12個月，就係為咗呢一個滋味。切開果實，裏面係柔軟嘅金黃色果肉，中間冇硬嘅核，果肉質地鬆軟粉粉嘅，有甜甜嘅香味同埋酸味。西洋楊梅係發現你最有耐性、最有嘅驚喜嘅存在。